係各位朋友，咁就美國咧就去咗委內瑞拉擄走咗委內瑞拉嘅總統馬杜羅啦。咁今日想講，即係如果一個國家嘅元首國家元首俾人擄走咗或者禁錮咁樣咁邊個最唔想去回國咧？邊個最唔想去回國咧？咁我哋喺翻中國歷史有冇啲類似嘅案例咧？咁大家可以先諗一諗即係睇下邊個得益最大，嗰個可能就係最有嫌疑啦咁大家可能有啲都諗到噶啦。咁喺歷史上咧，咁就有冇啲咁嘅案例咧咁中國歷史我起碼舉到3個案例啦。咁最先譬如大家知道楚懷王就俾張儀呃咗啦，咁去咗秦國，咁俾秦國扣留咗啦。咁翻唔到楚國，咁邊個最唔想去翻楚國咧？如果楚懷王出咗去翻唔到嚟，咁你睇到咧，其實最唔想去翻去咧就係個新王啦，就係叫個楚傾襄王咁其實係太子嚟嘅。咁你國一日不可無君啦，咁個王唔喺度咁你一定要立個代理人啦，或者立個新王啦咁你當立個新王之後咧，你有冇從個新王角度睇咧？咁點算咧？呢個舊王俾人擄咗又未死喎。咁如果當日一日翻嚟，咁我處邊個位置咧？咁所以第一個案例就係楚懷王楚懷王嗰陣時啦，即係戰國時代咁跟住咧就落到大家都知道嘅就係宋朝宋朝金人打北宋嗰陣時咧，就將徽欽二宗咧就擄走咗咁邊個最唔想去翻嚟咧？咁大家知道啦，就係宋高宗趙構。咁趙構其實就係徽宗嘅第9個仔啦，亦都係欽宗嘅細佬。咁徽欽二宗走咗之後咧，咁趙構就被立為王啦。咁你諗下啦，如果係被立為王之後，咁如果金人將兩個之前皇帝送咗翻嚟，咁趙構應該做啲咩咧？咁所以睇到點解岳飛一路打上去咧，趙構就唔需要去成功，因為如果成功嘅話咧，迎接翻2位皇帝翻嚟咧，咁趙構呢個皇位就可能會被動搖嘅咯。咁第3個案例咧就係即係明朝土木堡之變啦。咁土木堡之變就係明英宗就御駕親征去打瓦剌，咁就都俾人擄走咗咁攞咗之後咧，咁就由去嗰個同父，即係義同父一定同父啦，義武帝咧，咁就即係繼承嗰個皇位國一不可無君，咁嗰個就明代宗咁其實到最後咧，瓦剌咧係有將明英宗放翻嚟嘅咁明代宗當明英宗翻到嚟，明代宗就奉佢為太上皇，但係禁錮咗佢，即係唔俾佢接觸群臣咁但係到最後其實明英宗係復辟咗嘅即係再做翻皇帝嘅。咁所以睇到喺中國呢3個案例咧，其實最大得益者當然係繼承去位置嗰個人啦。咁亦都最唔想即係俾人擄走嘅領導人皇帝即係去翻嚟咁喺即係呢個委內瑞拉呢個案例咧，其實如果你跟翻呢套理論咧，就應該係副總統副總統一個女副總統啦就係羅德里格斯。咁由最高法院任命佢為代理總統，即係而家係做緊代理總統嘅，因為即係馬杜羅仲喺度咁但係如果你睇下即係從以上案例睇咧，你見到佢其實佢心理上可能變化咗嘅，即係佢可能係唔係好想馬杜羅翻嚟，馬杜羅翻嚟佢可能就冇咗呢個總統做啦，即係代理總統做咁如果馬杜羅永遠唔翻嚟咧，可能繼承呢個即係由代理總統變翻到總統啦。咁當然即係我哋就未必可以假設即係每人點樣想嘅咁但係當人喺唔同嘅位置之後咧，佢一定有自己一套想法嘅。咁但係即係案例咧就用中國案例啦，亦都係用封建時代嘅皇帝案例，所以而家現代有啲唔同，因為起碼總統同即係以前嘅帝王係有唔同啦。帝王係終身制噶嘛，只要佢一未落台，佢都仲係皇帝嚟噶嘛。
咁但係總統其實都有任期嘅，即你即使如果你總統俾人扣留咗超過任期，咁佢已經唔係總統噶啦嘛。咁所以即係第一最大嘅問題就係總統同埋一個即係封建君主呢個係咪終身制呢個唔同啦嚇。咁第二都可能係中西文化嘅唔同啦。不過我相信即係人性方面咧就冇話分即係邊啲人嘅，係咪中國人又好，即係西方人好，即係喺個位置咧佢就有咁嘅想法噶啦。咁所以你睇翻，如果係 Donald Trump 咧，特朗普如果佢係想即係而家委內瑞拉嘅代理總統聽話，其實佢唔需要威逼，唔需要武力，唔需要任何嘢嘅。佢最好嘅武器咧就係馬杜羅啊！即係如果你話你唔聽話咧，我就將馬杜羅放翻回國啊！咁呢個其實對嗰個即係而家個代理人咧，可能係最大嘅一個即係壓力嚟嘅喎。即係如果用翻我哋中國嘅例子啊。咁就即係事態嘅發展點樣發展落去咧，就要睇啦。咁但係美國咧，你話要再去捉任何國家嘅任何領導人，其實都唔係咁易，因為睇翻今次雖然佢嗰個即係好迅速啊，咁但係其實佢係用咗成年去演排啊演練，同埋係即係攞到情報，同埋搭建咗一個1比1嘅一個委內瑞拉總統府，然後俾啲即係特工人員去訓練嘅。咁所以你又要即係如果經過成年嘅彩排，要經過好多個線人，咁呢個部署係唔容易嘅。即係你唔好話聽日我今日唔中意呢個人，我聽日就走去捉佢，呢個基本上冇乜可能，因為你要一個好長時間嘅部署嘅。咁所以呢啲可一不可再。不過你話派兵啊，即係你點樣令到委內瑞拉即係聽話咧？如果你唔聽話，突然間有一啲即係武裝勢力，咁點你咪派兵過去咧？你一派兵又陷入嗰個泥凼㗎喎，就好似之前去其他國家陷入個泥凼，你永遠都會無限地供應一個軍力過去，但係好多即係死傷會好多啊。咁所以而家就希望即係行政上咧，希望個副總統會聽，即係而家代理總統會聽特朗普嘅話，特朗普想要咁樣啦。咁就唔係話想去，即係你要侵佔或者係去統治人哋嘅國家，其實比較難啲嘅。即係美國又唔肯犧牲性命咁之前嗰幾次佢都係要投入好多兵力嘅。咁所以美國而家就唔想咁嘅打法，希望有一次咧就震懾你啊。咁所以就即係今日就同大家即係重溫下中國歷史，同埋講講人性啦。咁就如果即係大家有問題嘅話咧，可以喺下邊留言啊。